海灯节每年所举办，要给大家最大的期待。当然，让老师一边的 setting， 你所看到的不管是来自小提琴、大提琴，或者是来自 double bass、中提琴，另外当然还有一位永远弹着吉他就是那么的帅气。刚刚后方地方工作班很可爱，还偷偷的说，因为他们在后方地方拍了一些照片。他说：“哎呦，好帅哦，好不像他。告诉你，他超帅的，你都对不对啊？我没搞我。好，现在要讲话为您介绍，在建国百年金曲奖大放光芒，而且他是第一位直接跟总统说：总统，原住民也是基腰骨啦。现在欢迎苏命，欢迎苏命。是，耶。”其实每次能够透过听到你的演出，听到你的创作，听到你的作品，真的，我觉得原住民真的是台湾最棒的一块宝，最棒的基优股。是，您记得当时跟总统讲过的话吗？我知道啊。是那天您穿西装超害羞的。反走过必须这样很。是啊。你要走过来知道。是啊，就是也不是老师第一次来参加很特别的奖，是第一次吗？不是了，已经之前有来过。不仅表达的方式、表现方式比较不一样啊，就跟以往的表演形态有很大的改变。是，对，把所有的歌都用了一个不同的改编，对，不同的乐器跟不同的方法。好，我为了不占更多时间，我们说让老师多一点时间来表演，各位朋友们，小小的要求，拜托各位，掌声欢呼。苏敏安。好烟哦。好，很冷的。那我们从台东来，所以在做衣服。好，今天大部分都唱是我自己创作的歌，然后我要加美组，所以今天也大部分都用阿美族语来唱。听不懂没关系，当做听法文，好不好？来第一首歌，我们的约定。小小的